著名華人佈道家有人所不知的秘密。嗱，我睇下一節經文啦，以弗所書第4章11節講咩咧？佢話上帝所賜嘅有使徒啦、先知、有傳福音嘅牧師同教師啊。嗱，呢5個職位咧，咁而家講嘅佈道家係即係傳福音嘅。咁而家講下佢嘅信主同埋成為牧師嘅經歷啦。佢個化名咧，黃啦，姓黃啦，黃某人啦，或者叫佢黃先生、黃牧師都好啦。咁係著名嘅基督新教華人佈道家同埋神學家嚟嘅。咁佢青少年嘅時候咧，喺一個奮興會咧，決定委身基督啦。1960年咧，佢入讀呢個神學院啦。64年咧就係攞神學學士學位嘅。咁跟住佢咧有20幾年嘅時間咧係教授神學同埋哲學課程嘅。1982年咧佢就被按立為牧師啦。博士學歷受到質疑。咁咧佢就話咧係有一間學院啦，專上學院咧頒授咗榮譽學位俾佢。但係咧網上咧揾唔到呢間機構嘅學術資料啊。咁有人話呢位以東南亞為基地、足跡遍天下嘅名牧，一直都係自稱博士，但係海報同埋講座中咧都冇聽過佢介紹嘅母校。有人想揾佢嗰間學校咧係揾唔到嘅。咁呢個爭議咧係1985年至到2008年啦，啲20幾年咧，啲人叫佢博士咧嚇。呢個博士嘅來歷咧，就係黃某人咧同埋佢嘅國際佈道團咧一直未提供任何資料。接班人資歷受到質疑。咁2012年咧，黃某人咧就話佢就嚟要退休啦，佢要揀一個人，佢得29歲嘅啫，嚟做佢嘅接班人。咁佈道團裏邊咧有好多個同工咧，好唔愉快啊，好唔開心咧，就離開啦。因為點解唔揾啲比較有資歷嘅咧、有資格嘅咧，而揾一個得29歲嘅人做呢個佈道團嘅接班人？嗱，同埋呢個人咧好多缺點㗎。佢29歲好年輕啦，冇喺神學院畢業啦，亦都唔係傳道人後代啦。咁咧，黃某人突然把佢放喺做助手嘅位置上咧，難免會引起風波嘅。嗱，佢仲主張話唔可以殺死耶穌㗎。佢話咩咧？生命可以俾你殺死，生命嘅主唔可能被殺死，因為所有嘅生命都係從佢而嚟嘅。佢就話耶穌係一個殺唔死嘅人，但係咧佢就話又話佢死後佢復活喎。咁就係一個矛盾啦。佢話耶穌冇死到，因為殺唔死佢噶嘛。但係後尾佢又話佢死咗又復活啦。嗱，聖經點講？羅馬書10章佢話咩咧？要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，即係耶穌係死咗，而神係令到佢復活嘅。嗱，佢係宣揚宗教嘅暴力啦。佢號召信徒咧用石頭打死靈恩派嘅領袖。佢引用聖經申命記18章22節：若有人奉耶和華嘅名說預言咧，所講的不成就，你不要怕他，你要用石頭把他打死。佢仲話自己識得建築添喎。咁咧就但係佢冇建築師嘅執照嘅，所以呢啲係咪好笑啊？即係佢如果起咗棟樓出嚟冧咗，咁點搞咧？貪愛錢財，咁點咧？有一個聚會咧，佢係成日講錢嘅。佢話我講完費資助全花喺呢個買古董上面啦。佢話我有個古董咧係上海博物館嘅一半，有北京博物館冇嘅嘢都有，我都有嘅。咁咧呢啲錢咧，本嚟咧係上帝嘅錢咧，佢據為己有啦。佢啲錢咧，如果攞嚟資助前方嘅宣教士咧，
將會有好多靈魂因此係得救嘅。咁有一次喺加拿大嘅聚會呢，啲人話佢呢言語粗俗，但係冇講真理。佢又叫人捐錢啦，奉獻嚟嘅款項呢，含有好多硬幣啊！咁黃某人見到好多硬幣呢，就好嬲啦，就即刻鬧嗰啲基督徒，點解你唔俾啲軟嘅紙幣嚟呢？咁呢，暴露咗佢對金錢嘅貪婪啦。咁聖經點講呢？提摩太前書6章10節，貪財是萬惡之根，有人貪戀錢財，就被引誘離了真道。